带来的节目吼是迄个咱期待已久啊，迄个你阿翁啊，要来甲咱讲笑话啦吼，伊迄个下早一定有精彩的演出，今仔吼哇，大家期待，好不好啊？谢谢哈，多谢大家帮忙哈，谢谢。哦，好佳在大家拢还袂走吼，因为足侪亲戚食饱就紧酸啊吼，大家搁留到今嘛吼，有去放药甲叫一下，开始啊我来讲阮自细汉吼，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吼，林大栋，大栋的啦吼，厝足大栋的吼，以前人拢叫我王阿沃啊，这个我细汉的时阵吼，册读了无好，吼，阮爸爸讲吼，你着册读了无好吼。我看吼，以后吼要做啥物工课才好。我讲吼，无来学唱戏好。我自细汉就爱唱啥物唱歌戏。你电视有咧看无？迄尤丽花的歌戏有无？姑娘啊，心啊细，太可怜哦。伊父亲啊，本是做官人。当当当当当当当，有无吼？迄尤丽花的歌戏吼，我有咧学咧吼。我就而且吼，迄个时阵台湾的电视歌戏较少呢，啥物较济你知无？大戏就是京剧吼、国剧啦，有无？我细汉的时阵足够唱的，即摆写较歹。以前我拢唱迄个花旦花旦，你敢知？花旦花旦，迄个有一个梅兰芳吼，因梅派的有名号做苏三起解，你有听过无？苏三起解就是讲一个查某囡仔叫做苏珊哦，互人冤枉就对啦吼，伊咧唱。苏三起解，吼你有听过吼？迄是查某囡仔嘛吼。苏三离了红红线，生来在大概前未曾开，有心未曾。国王君子听我言，哪一国替我往南京传？就说那三郎把信传，就说苏三命果断，来时便传马，我担保声算袂歹就对啦吼。而且吼，大家知无？我真正就够唱迄个查某囡仔会晓唱，查某囡仔嘛会晓唱。你知？阮旅美吼有一个红车号做江蕙，你知无？江蕙哦，江蕙有一首歌吼，叫做《惜别的海花》。弹拄啊，迄首歌叫做啥物？思念的海华，江蕙叫做《惜别的海华》，是安尼唱啦。为着环境，袂当来完成一段永远难忘的恋情。是不是哈？为着环境，袂当来完成一段永远难忘的恋情。这首歌摕互尤丽花唱吼，我嘛会晓呢。尤丽花安怎唱？你知无？尤丽花嘛吼，小声。为着环境啊，哒啦哒啦啦啦哩啦哩啦，当当啦啦啦哩啦当当当当，袂当来完成一段永远难忘啊的恋情。哈，这是尤丽花。尤丽花边仔有一个伊的专门咧演尤丽花女朋友的，叫做柯秀妮，有无吼？柯秀妮是花旦嘛吼，她是怎么唱呢？为了环境啊，袂当来完成哦，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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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迄段永远难忘的恋情啊，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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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好，这是柯秀莲啦吼，所以我自细汉唱了袂歹哈。我爸爸讲以后来读剧校就好，但是后来吼，甲探听一下，剧校讲足艰苦，唔敢去。讲找目标，较要做啥？我讲以后来卖物件就好，因为阮兜这细汉环境吼较歹，阮兜外口是啥物夜市啊就对啦，夜市啊你知无吼？有一搭咧卖衫，迄我的偶像就对呢，伊吼卖要5年啊，每届就拢讲来，明仔载要做兵啊，做一个朋友互你100块就好，结果5年还袂去做兵啊。即个吼，
就搞讲呢，一领100，2领甲咱加收你100就好哈。这家长、董事长拢会穿100块兄弟来到贵宝地双脚甲你跪落地，唔是要来顶我活的，是要来教你，是要来互你认做老爸啊？什么认做老爸？唔是啊，唔是认做老爸，教你袂熟会，人讲狗尾熟会，看爷咧做工课。火车站的站，真正有够赞，大家进来要一领100，明仔载要来走路啦，100块啦。结果5年啊，还袂走路。啊吼，后来吼，我去台南读册，吼，迄个时阵我开始学台语啦，吼，开始学台语。伊讲啊，你台语是安怎学？毋是人甲我教，是每暗吼，我南一中拢做一台迄个垃圾咯，你知无吼？收音机啊，敢若会当听 AM 吼，台南每日6点开始5、6天广告，你有听过无？讲甜点水，甜点甜点讲不完，说不尽。你这若听无得心来讲的，各位听众朋友绕过去啊，一段工商后了后，继续咱的节目。你若查某人代志做袂焦，3不5时啊，等你胸口实数据要来当去拜路飞家准备路线，终于尽数。你若查某人袂顺，1个月来3届，3个月来1届，有来嘛艰苦，无来嘛烦恼。来，学交咱票数来甲激落。台南市服务电话999-3093电话一通服务，就交也服务，这就是我接啦哈。啊，掌声鼓励一下嘛哈，我看下个吹嘞嘿。我甲我爸爸讲过，啊无以后来卖物件就好。你要卖药啊？是啊，我即马嘛咧卖咧，卖迄个中药。阮爸爸讲吼，啊你这卖药啊？我讲吼，不止卖药呢，我啥物拢要卖。以前阮兜隔壁吼。阁有一个百货公司，互阮兜住屏东市的市区的百货公司。百货公司内底拢有一大咧卖啥，你知无？卖菜刀啦，菜刀。哦，阮这菜刀有够好啊！一支才卖你1800，还送你3块橡皮擦。哦，阮这菜刀真正真好呢。你若讲吼，剁鱼、剁鸭、剁粉饺，搁剁八角、剁迄个放假，放假是啥？到即马都唔知哈。剁鱼、剁鸭、剁粉饺搁。哦，斑鸠哦，啊，拢学袂伊读。啊，伊讲吼，嚯，这个妈妈摕去煮菜，爸爸摕去杀人，拢真方便的，我这菜刀哈。我哎呦，惊死！啊，爸爸是要摕刀啊去杀人哦，毋是啦，讲收紧啦，摕去台南嘛。啊，摕刀啊去台南创啥？馈赠亲友，送者实惠，受者大方。100啊，咱一支吼1800就好。有人讲，啊，你刀啊是啥物做的啊？欧丽莎，我甲你讲，你这都毋知呢。阮这刀啊吼是钛合金做的，钛合金你知无？哈，你国中有比较无？钛合金吼，迄是足珍贵的，迄美国的太空梭你知无？迄太空梭就是钛合金做的，迄一架太空梭独独的做菜刀，甲500支尔，结果白宫摕200支去，剩的300支拢伫阮遮，大家阮比较看卖啊吼。这就是卖菜刀的啦，吼，卖菜刀吼，所以吼，以前吼，这我足够的吼，我爸爸说吼，啊无吼，你以后若是讲无钱，你就出来卖物件好。啊，今嘛吼，啊讲你今嘛真正在卖菜刀哦，无啦，今嘛吼，咧开一个医生馆吼，生意普普啊吼，啊都较无钱。我今嘛有咧卖物件，来咧摕起来，哎，今仔个画一个，用画的。我今仔日吼摕一本册来，这本册吼真正有好看，这是小说啦，小说。中医小说，兄弟来给大家写的，小弟写的一本小说，吼叫做《药香中寻找爱》，一本20，今仔日若有买吼，当场作者来到现场帮大家签名，来好不好？吼，有兴趣等的吼，看一下嘿，谢谢吼。无啦，因为吼拜六拢咧看白趁钱吼，啊今仔日规透早来吼，到今摆都还袂趁到钱吼，所以卖一寡册。本来因为书不好卖，真个文学的册就开卖就对啦吼。今摆就看咧看册，吼看册唔好看册，看书，赌博会输哈，所以他都不太看书哈。有咧拍麻将的就知吼，嘿，啊吼，这个自细汉就学足济吼。啊，有人说啊，你敢若会晓唱这个中文的，吼，弹拄啊唱中文的国剧嘛吼，唱这个闽南语吼，阮台语的吼，啊你毋是客人，你会晓唱客家戏吗？你有听过客家戏无？有无？会晓听客话举手？
哦，有人会晓听哦，安尼我就帮你唱好了，歹势。我唱一个好啦吼，客家歌吼，客家歌我唱一个这个叫做这个阮以前的一个较轻快歌曲吼，这本来是两个人唱，一个查甫一个查某囡仔，是讲两个人吼，迄个落雨的时阵，伫路边吼煞拄着吼，安尼互相咧唱的一个歌啦吼。强我那心那心那心上哇，这是女生嘛哈，查某囡仔。叫我爱做啊做，做什么？强我那心那心那路途有几多？3000万百里啊，心上啊，娘子啊，风啊流啊，送啊流啊，呀呀吹，来一归风流做什么啊？那哈哈哈哈，哟哟嘚儿哟，这是客家歌啊，客家的戏啊，客人的喜好。结果吼，讲起来吼，这届吼算我第2届吼。公开用台语来演讲，第1届就是这个妇女会，哦，这是第2届。以前我用国语、用英语、用广东话拢讲过吼，啊，台语煞无机会来讲吼，多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那你讲听无吼，不要紧啦吼，听无就跳过去啦。喂，有人完全听无台语的无？完全听不懂台语的？没有，哇，那哦，好险，哦哟，真的吗？哇，不好意思哈，不好意思哈。那我就那听什么呢？你是讲国语、广东话？你讲广东话係唔係？哦，廣東話哈，哎，有一次我哋係有一次我在有一屆我有一次我去这个奥克兰演讲，本来准备国语的要上去讲，一上去大家都讲广东话，一半的人不会听国语，只好临时改成广东话哦。所以我广东话讲到一半又不会讲，只好唱一首歌。广东歌哈最有名的就广东戏，你有听过吗？广东戏，哦，广东戏上有名的一个叫做任剑辉、白雪仙、白雪仙演港乖，佢哋從最有名的歌叫做什麼？叫做《帝女花》係啦，香腰。我唱一段香腰，一開始是女生，後來是男生。廣東戲，聽聽看哈，一開始是女生。落花滿天着雨過，這一拜復給風提醒，帝女花下喊雷聲氣，願送身為食爹娘，偷偷看，偷偷望，佢喊淚岸悲傷，我獨自驚惶。順愛苦傳咯。這是女生，男生在後面。一心盼望同牙同合正，鴛鴦女上威望，天台女仔射星放，地方飲給你再信，那慶陽門號。啊，這是更當題啦，聽得懂嗎？還可以啦哈。廣東人吼，聽着一直笑說這麼爛也出來，哈哈，唱個真爛嘛出來吼。即阮自細漢吼，細漢的時陣吼，啊，就是囡仔攏無代志，就攏看電視咧學吼，看電視攏會下電視內底人咧講話有無？以前有一個人講話吼，大家攏足熟個，做林洋港，你聽過無？哦，你啊，已經死啊，哦，已經死啊，不要緊，死人，但是大家攏聽過啊，伊。講話，人講：你要出來選總統無？關於這個競選總統啊，我個人認為啊，我是一向都是這個不知不求，但是如果有人要找我啊，我也不懼。有聽過無？啊，火鍋要好吃，湯頭要味美。牛頭牌的這個沙茶醬啊最好，有聽過無哈？這個話吼，這種開口吼，確實咱即馬民黨的主席吳敦義先生伊講話嘛是安尼，因為攏人鬥人有啊吼。我們國民黨是一個公開的政黨，啊，睇到我咧講哈，好，啊吼，以前吼台灣講起來，台灣國語唔是上流行啊，上流行是浙江國語，有無？浙江國語上有名有沒有？以前有一個人講，1年準備，2年返工，3年掃蕩，4年成功，有沒有？
有一个人吼，常常咧讲吼，啊到暗时哦，啊到迄个过年前一天吼，阮上爱看电视安怎？总统会出来讲话，你有看过无？总统讲话，吼，大家拢咧看。讲大家拢咧看，每台拢放这哈，我都跟咱来看。好啊，总统讲话呢吼，我们蒋总统金国先生的讲话。各位亲爱的父老兄弟同胞们，大家好，大家辛苦了。在过去的1年内，尽管走遍了大街小巷，看到了很多的国民同胞。哦，总统是要讲啥啦？今天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哎呦，今天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哦！大家电视看好个，总统要讲什么好消息？那就是今年是我们反共复国胜利成功的1年。这不是旧年有讲过啊。好，后来总统就换总统我们大家最喜爱的一位就是什么？总统李登辉先生啊，因为他曾经来过我们美国，有没有？到哪里？Cornell 大学，降落在哪里？纽约州雪城机场。当时我是纽约州雪城大学同学会的会长，我有去给他演讲，有没有？李总统走出来，哎呦，一直摸。大家想总统是安怎是咧揪最后摸出一张纸原来有演讲稿。市长，迄个时阵最高层级市长尔啦，还有 senator 就是那个我们的参议员 ，senator 没有是啥 mayor 啦，没有，李总统啊 ，I'm very happy to come back to Central New York 总统讲I'm very happy to come back to Central New York， 但是伊话英文讲得较趣味 ，I'm very happy to come back to Central New York。伊伫即个口内演讲，你有去听无？我第1排呢，伊讲加布雷斯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嘛，加布雷斯Republic of China on 台湾啊，你讲对唔对啊？我头个想来一个大家听着惊着讲原来总统的英语讲啊真好你都唔知李总统后来选总统，你对无总统当选中华民国第1任民选总统就是阮这个李登辉先生发表感言，迄讲好。我迄个时阵伫纽约到暗时5点起来透早5点起来听伊的迄个当选感言伊唔知啥物人写足好的呢。迄若讲用像迄个啥物李济准楚云钟广迄来读那就感动的，伊是安尼写啦。我先用广播的方法念一遍。我们要永远记得这一刻感动的心情，在未来艰苦的岁月中，时时的想着他。这是人家写对吧？当选了嘛，李总统起来，就演讲稿摕来。我们要永远的记住这一刻的这个是感动的心情嘛，这个是在未来的艰苦的这个岁月中要时时的这个想着他，你讲对唔对李总统后来换一个总统有无这个总统大概较少最近人乖到拢袂讲就这个讲的这个总统咧讲话相信大家都知道，阿扁可以说很久没有跟我们在湾区的台湾的同胞，尤其是我们的长辈来开讲。今仔日阿扁要告诉大家，大家爱坚持，爱努力，卖失志。你讲对不对？
后来吼，后来外总统我已经出国啊，后壁就袂晓学啊。好啦，今天这个很有足欢喜吼，大家有这个机会吼来大家同乐吼。安尼，阮今仔日节目到这就好吼。大家有人要转去洗碗，有人要转去困哦，要歇中昼，也无安可。还有安可一个。好，大家有安可。安可拢即摆拢家己讨的就对了。我甲你讲，很多有人讲，你有唱即个国语的，有唱即个客话，搁有唱康房话有无吼？你哪会无唱即个原住民的歌？哦，原住民的歌哦，原住民的歌吼，有原住民伫遮无？一个哦，有原住民的朋友，不好意思，是哪一组的呢？阿美族的，阿美族的，哦，我只会唱卢凯族的，对啦，不过都是没有关系，阿美族、卢凯族都是亲戚呢，亲戚的亲戚的这个其实吼，阮台湾吼，足侪歌哦，足侪台语的歌吼，拢是为这个原住民的歌吼，甲翻过来用的啦。但是乌白翻，你知无？人有一个吼庆祝这个相社的这个欢乐的歌。结果吼，台湾人讲，这个歌吼听起来袂歹，甲改编成台语歌，大家拢熟悉，但是毋知一开始这是原住民咧庆祝咱丰收的时阵唱的。这首歌吼，原住民唱我袂晓，翻成台语是安尼啦。望啊望啊路啊边啊草啊青青哦，望啊望啊路啊边啊草啊发芽。金纸来呀，银纸去哦，金纸是要落。清风是好风啊，清风是西风，清风是好桥，清风来好桥啊，兄弟啊过桥咯。这什么歌？顶届有一届我伫湾区咧唱，一个阿伯啊咧问我讲，What are you thinking about？你在唱什么啊？我甲讲吼，这就是一个人吼，甲伊的朋友讲再见的歌啦。系啊，本来是因的欢乐的歌就对啦吼。系啊。以前阮屏东吼有咧唱这原住民的歌吼，我嘛唱一个，好歹要唱一下，以示尊重啦吼。靠靠屏东西哦南马西，靠靠屏东西哦南马西。靠靠屏东西南马西，乒乒乓乓乒乓乓，哦乒乒乓乓乒乓乓，嘿呦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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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嘿嘿嘿嘿，爽！好，谢谢大家，谢谢。书等下在旁边哈，我在那边帮大家签名哈。我跟你讲，这本真正好看，有人看了哦，佮买3本，真正袂歹哈。一本20块哈，你若袂困吼，看了佮较好困。OK， 我早起有甲恁讲吼，今日节目足特别，对唔对？对哈。不过我即摆嘛开始烦恼，我敢就甲请林医师来，咱就嘛唔对，我即摆真后悔。你知影我是安怎后悔？我请伊来了，后摆搁请别人来，你来甲我骂。另外，你来请到这个人，你哪会搁请林医师来？林医师怎么办？我以后怎么再请你来？所以你要给我代言公每年要来家报道一次，好不好？谢谢啊。这个就是算答应了，那我们以后就好办了哈。好，谢谢。林医师有讲，伊家己写的书吼，有兴趣的人，我来边仔兄弟。